Hello，我啱啱去完珠海世邦家居，真係超大，25萬平方米，有4大場館，加埋近1000個品牌，行到腳軟。今次重點睇咗3個館，首先嚟到1號館，睇咗主打高端智慧家電嘅卡薩帝，我最中意佢哋嘅含日式廚房系列，成個設計好簡潔，慳位之餘仲好有質感。雪櫃有智能保鮮技術，啲蔬果放幾日都仲係好新鮮。行過隔離4號館，主要睇專業衛浴品牌，九牧嘅智能馬桶真係令我眼前一亮，有自動沖水、暖風烘乾同抗菌技術，用上嚟好安心。仲有收納型洗手台，鏡櫃設計好實用，細個浴室都可以變得好企理。最後嚟到5號館睇下高階門窗系統，歐捷門窗嘅隔音效果真係一流，防風防水都做得好紮實，仲有電動窗簾系統、遙控開關，好適合而家嘅智能家居趨勢。而家做緊世邦夜宴16週年，7月11到18號，全場好物唔止3.8折，1年1次咋。商場品牌銀行3重補貼，買嘢真係慳唔少，滿額送40萬油卡或購物卡，最高拎2000蚊，仲有50萬歡樂套，家電家私甚至蔚來汽車都有機會中。7月18號當日仲有親子活動，越野菜、拼豆、冷餐食換買一條龍。18號嗰日開到夜晚11點，免費泊車，仲有穿梭巴來回各個場館，好方便㗎。咁正嘅優惠，記得叫埋朋友一齊去掃貨。